现在这个中医术的由来甲典故，我知道对。这是伫日据时代是一个真少一个宴公庙。迄阵当时呢，伫迄个日据末期的时，日据末年的时代，反正标注较早是算做日据时代的第7课。阮遮一个高级叫咱大墓即个中义祠较早即个燕公庙的周围是伊咧经做即个产品，但是伫内底呢，就有蓝蓝散散部分有迄个无主的王就是无主盆经过迄个阮第7个的保证咱大墓伊甲伊即个无主的即个王伊甲扣做伙来放伫即个所在大家起一个燕公庙燕公庙伊即个周围前后佫无3伙较无3步安尼迄阵是农业时代即个杂草丛生也无即撮10里路会使讲伫遐真阴天都真即个闪避就介无人爱去的所在。当然，伫即个有心的人拄着嘛去敬拜拜，但是你拜拜时，就爱用白的香炉来插会着。当咱甲大概伫个民国68、69年的时阵，到有即个即个外省人姓宇的来伫迄个所在市池就结合一寡朋友，结合着咱即个黄明庆陈武勇甲杨金川，因甲伫遐起义，是讲即个燕公庙安尼改成真阴天，个真人过改成袂爽安尼，就发起来甲起即个现有即个中义祠，即个中义祠即个中义祠嘛算做因遮个人伫遮即做一个整体，大家打合就是讲过去即个中义讲即个燕公庙若讲人讲无形的安尼，大家真惊。虽然是讲无形，以咱的材质嘛无形，安怎讲？就是讲伊即个因咧发起即要来征收要来行政，现有即个中义祠，咱即无形的有感应着，嘛有甲好一个因即4个中间用一个网片互伊，就是讲因虽然是住伫即个所在，但是因嘛无拢来无害过人，甚至有帮忙过人，咱遮咱遮即个无人因机，遮个地从来毋捌害过人。所以因即即4个发起大家做中义祠，就迄个时阵就民国72年就落成，嘛变一个讲迄个中义祠，中义宫的圣诞千秋日是农历的8月17，正开始即个中义祠，即个行电落成了，每年到即摆，伊即个生日8月17。农历8月17，拢毋捌去中国尔。现在即个中义祠是咱即个公主宫来封管理。